Hello，大家好，今日將會講下 TVB 嘅戀愛真人 show《女神配對計劃》，其中一位參賽者一位求愛嘅勇士就係姜卓文細莊。今日就探討下細莊嘅成長同埋個過去。喺我哋未講之前，歡迎大家嚟到啱 Kit 珊珊嘅頻道。如果喜歡我嘅影片，請點讚、留言、訂閱同埋分享我嘅影片，多謝各位。姜卓文呢個名字咧就好似都幾陌生，點解又叫細莊呢？可能你唔係幾認識佢，不過你一定認識佢爸爸同佢媽咪啊。佢爸爸咧就係姜大衛影帝啊，同埋佢媽媽就著名嘅女星啊，當年嘅李琳琳。咁我可以見到右手邊就嗰位係年青嘅姜卓文。咁姜卓文咧參加 TVB 嘅戀愛真人 show 女神配對計劃。咁佢鍾情於邊一位咧？佢先前咧去參加節目第一集講嘅時候咧，佢係好欣賞李芷晴嘅。咁咧結果咧佢就選擇咗關嘉敏。咁我哋睇下關嘉敏。關嘉敏咧現年係30歲，係拍過5次拖，而係單身咗3年。咁我哋又睇下姜卓文嘅背景。姜卓文咧出生於1995年7月14日，咁即係嚟緊咧就會係30歲噶啦。咁姜卓文咧係出生於溫哥華嘅，加拿大嘅溫哥華。爸爸就係姜大衛啦，媽媽就係李琳琳啦。咁我哋見到中間嗰位女士較為年老嘅咧，就係佢嘅嫲嫲紅美啊。咁我哋見到咧左手邊圖中嘅左手邊一件白色衫嗰個就係李琳琳啦。咁莊哥咧抱住嗰位小朋友就係姜卓文，童年嘅姜卓文而右手邊有2位嘅咧就係家姐嚟嘅。咁姜卓文咧有2位家姐嘅，一個大佢21年，一個大佢12年嘅家姐，有2位家姐。咁如果要講到姜卓文話佢嗰個家庭背景都係同娛樂圈有關嘅，因為佢嗰啲親戚家庭成員都係同演藝界好有關聯嘅。咁爸爸係姜大衛啦，媽媽就係李琳琳啦，姐夫咧就係曹永廉，即係正話剛才我哋睇見你家姐咁而姜文傑咧就係姜卓文嘅堂兄嚟嘅。咁姜麗文呢就係姜卓文嘅堂家姐。秦沛大家都認識秦沛咧就係姜卓文嘅伯父。仲有爾冬升就係姜卓文嘅叔叔。哇！呢啲演藝世家嘅成員我哋都係好認識到佢哋嘅好著名嘅一啲影藝界嘅演員或者係影星咁。我哋睇一睇呢個就係童年嘅姜卓文，但係呢個較為成長啲噶啦。呢個抱住嘅亦都係姜卓文咁姜卓文咧有同佢爸爸媽媽一齊咧就嚟到呢個 TVB 嗰度姜卓文咧係有唱歌嘅。可以見到你哋3個一家。咁姜卓文咧其實咧佢就係畢業於美國薩凡納藝術設計學院Savannah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 係美國私立嘅非牟利嘅美術同埋設計大學嘅。咁要講姜卓文，除咗我哋係知道第一個諗法就知道佢個家庭背景之外咧，我哋仲會聯想起姜卓文咧曾經喺2019年參加過 ViuTV 嘅全民造星而出道㗎當年應該係全民造星2
咁我哋又記得咧，原嚟啦，阿關嘉敏亦都參加過全民造星3噶喎。咁即係無獨有偶嚇，兩者都有參加 ViuTV 嘅全民造星呢個歌唱比賽。咁不過嘅唔同期啦。不過咧，姜卓文喺第3個回合已經被人淘汰啊！真係出道已經滑鐵盧啊！咁其實佢入到50強咧，就係止步啊！等我哋睇睇啲相，呢啲就係 ViuTV 嚇，係2019年佢演出嗰陣時候，50強止步。左手邊你見到嚇，嗰個就係姜卓文。姜卓文咧曾經咧係自資啊，即係自己出錢啊，係做咗一個 MV 啊。佢嗰首歌咧叫做《Made in Hong Kong》。咁咧佢話花咗好多心機啦，同埋要聯絡好多部門啊，有好多人合作啊等等啦，而係完成咗佢嘅第一個嘅 MV 啊。不過佢認為咧就即係個別啊自己自資嘅出歌嘅咧，其實即係都要花好多時間啊、金錢啊等等。咁喺呢個2014年4月30日完成咗佢嘅 MV 嘅時候，佢曾經咧係多謝佢嘅女友Miss Chelsea。咁當時仲有一個女友噶，聽講話咧，姜卓文咧就係同佢嘅女友咧喺今年嘅幾個月前啦就同女友咧係散咗。咁我哋睇姜卓文咧有冇話喺演藝方面發展咧？有㗎噃。姜卓文咧曾經拍過電影咧梅艷芳，同埋另一部電影嘅就臨時劫案。咁姜卓文咧仲有拍 TVB 嘅青春不要臉，同埋 ViuTV 嘅太平紋身店。咁我哋可以見到啦，姜卓文咧佢嗰個演藝家庭嘅背景都可能會唔會係帶動到佢有啲演藝方面嘅工作咧，一啲都唔出奇，因為爾冬陞秦沛姜大為我哋亦都可以即刻聯想到咧同演藝方面係有關。咁姜卓文咧就屋企自己有一個嘅band 房練歌房嘅，雖然唔係話好大間，但係咧都有自己獨立嘅私家嘅練歌房啊。咁姜卓文咧就係早幾個月前咧，同佢嘅舞蹈員嘅女朋友咧係分手。姜卓文講咧，係由於佢哋大家嘅價值觀唔同，咁佢又前女朋友咧係一位好女仔嚟嘅，不過大家可能性格唔合啦。姜卓文講佢着重咧個性格多於外表，咁最緊要咧大家合拍啦。咁佢話自己咧就鬼仔嘅性格。咁咧，好喜歡呢啲鬼妹仔嘅性格嘅女仔。其實咧，佢咧現實生活之中咧，姜卓文係認識葉倩文同埋關嘉敏嘅，喺呢個參加呢個女神配對計劃之前咁佢嚟參加呢個節目咧，佢好欣賞李芷晴嘅，但係結果咧佢就揀咗關嘉敏，可能佢覺得關嘉敏嘅性格同佢啱啦。咁姜卓文咧將會以健康形象示人，操練好自己嘅肌肉咁咧希望咧就喺呢個 TVB 嘅女神配對計劃之中咧，係尋找到佢自己心儀嘅對象，會唔會係關嘉敏呢？咁今日我哋講嘅係咁多，歡迎大家將你嘅意見寫喺 comment 嗰度。如果喜歡我嘅影片，請點讚、留言、訂閱同埋分享我嘅影片。多謝各位，咁我哋下次再見。拜拜。